大家好，大家好。6000幾份作品咧，其實就都有少少頭痛，不過就不辱使命啦，最後都能夠即係揀選到。有3，好啦，唔該晒咁多位創意小天才，請你響我嘅2位博士嚟一張大合照，好大啊！比起小公主去。歡迎各位來賓、各位家長、各位小公主、小朋友。2010年第3屆香港小公主準決賽現在正式開始。第二個 pose， 哇！就上翻以前嗰啲嘅。好啦，咁啊第四種咧，我哋話咧就係一啲嘅和善型嘅性格。我哋影一張大合照，麻煩晒，唔該讓一讓座啊！繼續，唔好俾佢停。好啦，唔好拎嚟嘅。我哋唔。即係全港各個地方嘅小朋友咧，都嚟參加呢個小公主嘅選舉，所以咧見到呢個表演咧係大家見到係十分之成功。咁樣仲要見到咧好多小朋友咧係好多才藝方面咧係好出眾嘅喎，例如跳舞啊、唱歌啊、朗誦啊，各方面嘅才藝表演都有嘅。再次一個好大嘅驚喜，因為咧好多小妹妹咧喺今日嘅表演裏邊咧都係超水準嘅。每一次嘅咧我就評判嘅時候咧，我都發覺好難去分辨邊個係最好，邊個咧就冇咁好啊！但係發覺咧個個都好叻啊！咁啊就喺個小公主裏邊咧，無論個儀態啦、上鏡嗰方面啦，同埋咧佢才藝方面都好好啊！多謝爸爸媽咪姑姐，我今日贏就好開心。今次參加呢個小公主選舉好開心，因為喺佢人生裏面咧有個咁難忘嘅時刻咧，其實真係對於女性嚟講咧特別開心嘅，係咪啊？